对于一个人来说，它是一个波澜壮阔的一段旅程，一段时间。但是对于这个城市来说，就是一盏灯，或者是一个下大雨的时候，地面积水上一个小水泡，啪破了。这个剧最早的时候，大家开始聊原点的时候，其实就一个想法，就是想做一部以脱口秀演员为主题的剧。去年我们发生了一件大事儿，这个大事儿就特别有戏剧性的大事儿，就是我们有一个演员叫老聪，他之前是一直在演开放麦，然后也接一些小商演。他是以零经验的全职脱口秀演员的身份来做这个事儿，也就是说，他第一步是做的辞职。就是一下子把自己所有的热情全部投在这个里边。我对他印象最深的是，我在主持演出的时候就跟观众互动嘛，然后就问到他，我说你是干什么的？他说我是一个脱口秀爱好者。我说你真的吗？你会说段子，来你在这儿讲一段。然后他就上台了，特别顺畅的就讲了一段，然后讲的还特别好。对这个事儿我印象特别深，帮我热场的那天，我对他这个第一个印象是从那儿来的。然后当时很多人看了他的这场演出，后面演出就有专门为老聪来的人了。很多的俱乐部也开始给老聪策划主打秀，然后就觉得就感觉人生马上要开始就往好了转了。然后他因为心梗去世了，就非常突然。他给人的感觉就好像是他在人生中的突然某一天，他和什么人达成了一个交易，就好像老聪是说我要把我的人生的意义在那么一刹那用掉。所以这个故事就一直在我脑子里边打转。挺想是永远记住老聪的。我录了一个专场放到网上，结尾写了一个，我就说 RIP 老聪。还说了一句话，是我当时结合这个项目和结合我真实的想纪念老聪的这个感受说的。我说仅以此专场献给那些在舞台上找到了自己的人。郑浩就是一个在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人。